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我哋一家三口都中意食蟹，無論係香港長洲呢個離島上面嫩滑嘅三點蟹，或者係溫哥華大大隻嘅 BC 肉蟹，又或者係旅途上面北海道函館嘅帝王蟹，仲有東京嗰次任食嘅蟹放題，每次我哋都樂在其中，唔使點樣花巧嘅烹調，就咁樣簡單清蒸，配上醇厚嘅意大利黑醋，已經能夠盡享其中嘅鮮味啦。身在此山069，帶着老爹去食蟹。其實上次坐郵輪，津文早就摩拳擦掌，準備好好享受當地最出名嘅阿拉斯加帝王蟹。可惜嗰次偏偏揾唔到合適嘅食蟹店鋪，揾到嘅又擺明劏客，結果緣慳一面，帶住遺憾繼續旅程。當時津文就決心去到日本，一定要食返餐勁嘅。郵輪去到北海道嘅函館，嗰日天氣麻麻，但無阻津文食蟹嘅決心，一於上岸揾食。結果真係揾到間小店，可以食返餐帝王蟹。隻蟹唔算好大，店家提議半隻清蒸，半隻炭燒，比較一下其中有咩唔同。其實食落冇咩大分別，海鮮嘅嘢只要係生生猛猛，點整都好食。呢個係為食老爹嘅金句，亦都相當準確。去到東京，津文意猶未盡，上網揾到間鄰近田端站嘅蟹放題，咁梗係要去試下啦。原來嗰度供應嘅主要係雪蟹，90分鐘內任食，不過一定要清晒原先落單嘅，先至可以再追加。咁食蟹都係要慢慢品嘗嘅，唔急得。尤其啲蟹爪要逐隻剪開先食到，大概只能夠食到3至4輪左右。不過都算盡興。雪蟹味道偏淡，肉質唔錯，相信老爹都會同意呢餐放題係一次幾好嘅嘗試。返到溫哥華，趁住 BC 肉蟹當造，價錢又冇早前咁貴，津文心思思，梗要食返餐。自從佢喺老爹嗰度學到點樣蒸蟹之後，經過反覆練習，對火候控制已經相當有把握。一般人以為啱啱蒸熟嘅蟹好食，但係根據老爹反覆研究得出嘅結論，其實凍蟹先至係最正。所以啲蟹蒸好之後，攤凍甚至放入雪櫃一晚，第二日攞出嚟攤一陣先食，嗰種蟹嘅鮮甜先至會出晒嚟。每次揭開蟹蓋，睇到入面充滿蟹膏，細細品嘗之際，津文都會感謝老爹教識佢享受呢一種人間美味。